有一種攰，唔係因為你今日做咗好多嘢，而係因為你返到屋企之後，心入面仲開緊庭。上司朝早一句，你再諗清楚啲；屋企人夜晚一句，你而家咁樣，將來點算？朋友喺群組入面一個冷淡反應，IG 上面一個唔知有心定無意嘅留言，到夜晚你人已經返到屋企，沖完涼，燈熄咗，但腦入面仲未收工，你開始逐句重播，逐個表情分析，逐個語氣推敲，然後你一個人做晒3個角色。你係被告，你係檢控，你亦係法官，判詞通常都差唔多。係咪我太敏感？係咪我做得唔夠好？係咪我要改到佢哋滿意為止？呢種攰，好多成年人都識，唔係因為你真係犯咗咩大錯，而係你太習慣將別人嘅一句說話變成自己人生入面一張新嘅待辦清單。今日想同你講嘅書個名好直接，甚至有少少粗暴，叫人生只有兩件事，關你屁事和關我屁事。呢個書名聽落好似叫人變冷血，咩都唔理，邊個唔啱聽就一句頂返去。但如果我哋用心理說明書嘅角度去睇，呢本書真正值得拆嘅唔係點樣串人，而係一個成年人好重要嘅心理能力，分清楚咩係我嘅責任，咩只係人哋嘅情緒。今集我哋唔會將呢本書講成一本教你變得難相處嘅書，相反，我想用佢幫你理解一件事。好多時你唔係太玻璃心，你係太勤力咁幫別人嘅情緒買單。呢度係心理說明書，我哋每集用一本書講清一個香港人常見嘅心理卡關位。今集嘅卡關位係點解我成日被人一句說話牽住走？點解我明明已經好攰，仲要理人哋點睇？點解我知道唔應該在意，但身體同情緒都停唔到？我哋先講表面問題。好多人成日話自己太敏感，人哋一句說話你就諗好多層意思。老闆話你再睇睇，你聽到嘅唔係工作修正，而係佢係咪覺得我唔掂？伴侶話你最近好似好忙，你聽到嘅唔係關心，而係佢係咪怪我冷落佢？媽媽話隔籬屋個女又升職，你聽到嘅唔係八卦，而係我又令屋企失望。於是你開始做一件好攰嘅事，你嘗試管理每一個人對你嘅印象。你想老闆覺得你可靠，想父母覺得你有交代，想伴侶覺得你夠體貼，聽落好似全部都係正常人情世故。但問題係，當你將所有人嘅感受都放入自己責任範圍，你就會慢慢失去自己。因為你每日唔係問我真正重視咩，而係問點樣先唔會令佢哋唔中意我。呢個就係真正心理機制。你將別人唔滿意誤會成我做錯咗，但其實別人唔滿意有時只係因為佢有佢嘅標準。別人理解有時只係因為佢經歷唔同，別人語氣差有時係佢今日情緒差，唔係你人格有問題。別人覺得你應該結婚、應該生仔、應該買樓、應該轉工、應該揾多啲錢，亦唔代表你人生真係欠咗佢。一份報告，人生只有兩件事，最核心嘅提醒就係將世界上好多嘈雜聲音重新分類，唔係每一句意見都係建議，唔係每一個批評都係真相，唔係每一個人嘅情緒都係你要即刻處理嘅工作。用一個好簡單嘅比喻，你嘅人生好似一個手機待辦清單，本嚟入面已經好多嘢，工作、健康、屋企、伴侶、父母、錢、休息、自己想做嘅事，點知每個人經過都幫你加一項任務，親戚加一項，你都唔細啦，快啲諗人生大事。上司加一項，你要更主動啲。同事加一項，你唔好咁認真啦，你冇篩選，全部接收。結果你每日醒來，覺得自己欠全世界一個交代。但一本好用嘅心理說明書，第一頁應該寫住：別人可以有意見，但唔代表你要將佢變成任務。呢句說話聽落簡單，但對香港人好難，因為我哋由細到大都好習慣睇反應做人。細個考試要睇父母面色，返學要睇老師評語，出嚟做嘢要睇上司語氣，做父母要睇家長群組，到中年仲要睇同齡人過成點。久而久之，你會形成一種自動導航，只要有人唔滿意，我就要修正自己。但成熟唔係咁，成熟係你開始識分呢個人嘅意見有冇資訊價值，呢句批評有冇具體內容，呢個不滿係咪真係因為我做錯，定只係對方想控制我？呢個要求係咪我真正願意承擔，定只係我怕被人覺得自私？呢度要講清楚，唔係叫你變成我中意點就點嘅人。界線感唔等於任性，界線感係我願意承擔我造成嘅影響，但我唔承擔你所有情緒。
例如你答應咗同事幫手，最後冇做到，咁你要負責；你同伴侶講嘢傷人，咁你要道歉；你工作出錯，咁你要修正。呢啲係關我事。但如果你已經清楚講明今晚唔方便再開會，上司因此唔高興，嗰份唔高興未必全部係你嘅責任。如果你選擇唔結婚，親戚覺得你唔正常，嗰個標準係佢嘅，不一定係你嘅。如果你唔再做一個有求必應嘅朋友，對方話你變咗嗰份失望，有一部分係因為佢習慣咗你以前冇底線。所以第一個核心概念係別人嘅想法唔係你嘅人生待辦清單。第二個核心概念係唔係每一場挑釁都值得你入場。呢個題目雖然講得好尖銳，但背後有一個好實用嘅生活智慧。你嘅注意力好貴，唔應該用喺每一場爭拗上。好多人好容易跌入一定要講清楚嘅陷阱。尤其當你覺得自己被誤會，你會好想即刻解釋。人哋話你懶，你想證明自己其實好努力；人哋話你自私，你想列晒自己付出過咩？人哋話你唔成熟，你想講到佢知道你其實考慮咗好多。但好多時你唔係喺溝通，你係喺求一個不願意理解你嘅人批准你可以安心做人。呢件事先係最傷。假設你喺公司做咗一個決定，有個同事喺茶水間半開玩笑咁講：哇，你今次好識做個。你聽得出佢有少少暗串，你即刻心跳快，開始諗要唔要反駁。你可以行入去同佢辯論15分鐘，講清楚你點樣考慮，點樣平衡，點樣冇擦鞋。但你都可以停一停，問自己：我而家係想解決問題，定係想消除羞辱感？如果係前者，你可以用清楚、簡短、專業嘅方式回應。如果係後者，你要小心，因為羞辱感會推你入場打仗，但打完之後未必有贏家。好多無謂爭辯都有一個共通點，表面上你喺爭對錯，其實你喺爭我值唔值得被尊重。所以對方越唔講道理，你越想講道理；對方越唔聽，你越想講到佢聽；對方越輕視你，你越想證明你唔係佢講咁。但現實係，有啲人唔係未理解，係唔想理解；有啲場面唔係缺少道理，係缺少善意。有啲對話唔係等你解釋，係等你失控。你入場，對方就有戲睇。你越激動，佢越覺得自己有影響力；你越解釋，佢越知道邊度可以撳到你。所以成熟唔係每次都贏，成熟係知道邊啲戰場值得打，邊啲戰場只會消耗你。所以心理說明書會咁修正，唔好急住判斷對方係咩人，先判斷呢場對話值唔值得你繼續。值唔值得？有3個問題可以問。第一，呢個人對我重要嗎？第二，呢件事對我重要嗎？第三，繼續講落去會令事情更清楚，定只會令情緒更混亂？如果3條問題答案都係唔係，咁你唔回應唔係輸，你只係保護自己嘅精神資源。例如家庭飯局，親戚又問你幾時結婚，又問你份工有冇前途，又問你點解仲租樓。以前你可能會好想反駁，想解釋香港樓價、職涯選擇、個人價值觀，講到最後大家面黑。你返屋企又嬲幾日，但下一次你可以換一個策略，你可以笑笑口講：我知你關心，不過呢個我會自己諗，今日食飯唔講呢啲啦。如果對方繼續追，你可以重複：我明白你有睇法，但呢件事我自己會處理。你冇攻擊佢，你冇羞辱佢，你亦冇將自己交出去俾佢審問。呢個就係界線。界線唔一定要大聲，界線可以好平靜，甚至真正有力嘅界線通常都唔需要好多字。第3個核心概念係先處理情緒，先處理事情。遇事要先搞定情緒，再諗點處理事情。如果情緒冇處理好，事情好容易一齊搞砸。因為我哋好多人都好擅長處理事情，但好唔擅長處理自己嘅情緒。巴士遲咗會即刻揾第2條路，客戶臨時改 brief 會即刻改時間表，屋企有事會即刻計錢、計價、計安排。好多人成日都係危機處理模式，但當情緒上嚟，我哋就得3種反應：忍、爆、逃。忍就係扮冇事，爆就係向最近嗰個人發洩，逃就係唔覆信息、唔講、唔見，自己收埋。表面上好似過咗件事，但其實情緒冇消化，只係轉移咗地方。你喺公司俾人壓迫，返到屋企對伴侶冇耐性；你喺家庭入面受委屈，返到公司對同事特別挑剔；你喺社交媒體見到人哋過得好，心入面酸，然後對自己小朋友要求更高。你唔係壞，你只係冇地方放低自己嘅挫敗。但如果情緒冇處理，他就會揾出口。最常見嘅出口就係最安全嘅人。
邊個最安全？通常係最親近你、最唔會即刻離開你嗰啲人。所以好多成年人喺外面好好脾氣，返到屋企先變得最難相處，因為外面要忍，屋企先敢爆。可惜屋企人唔應該長期變成你嘅情緒垃圾桶，伴侶唔係你公司壓力嘅回收站，父母亦唔係你所有怨氣嘅承接器。呢度要好溫柔咁講一句：有情緒唔係錯，嬲、傷心、委屈、妒忌、恐懼，全部都係人正常會有嘅感受。問題唔係你有感受，問題係你將感受直接變成行動。嬲，所以即刻鬧人；委屈，所以即刻冷戰；羞愧，所以即刻反擊。呢一刻，你以為自己喺保護自己，其實你係俾情緒騎劫。所以情緒穩定唔係冇情緒，情緒穩定係我知道自己有情緒，但我唔即刻俾情緒替我做決定。呢個能力可以練，唔需要船，亦唔需要裝作聖人。你可以喺被刺激嗰一刻，同自己講3句說話。第一句，我而家被觸發咗；第二句，我未必需要即刻回應；第3句，我可以遲10分鐘先決定點做，就係咁簡單。10分鐘有時已經足夠救返一段關係，一封 email，一個群組信息，一場家庭爭吵。例如你收到上司一個語氣好差嘅信息，呢份嘢點解到而家都未做好？你第一反應可能係嬲，覺得自己已經做到半死。對方仲咁講，你即刻想覆，我已經盡力，你以為得你忙咩？但你停10分鐘，飲啖水，行開一陣，你可能會改成，我明白時間緊，現時完成咗 A 同 B、C， 需要多半日，我會喺下午3點前交。你唔係吞聲忍氣，你係將情緒同事情分開，情緒之後可以處理，但事情先用成熟方法推進。又例如伴侶話，你最近成日掛住工作，你第一反應可能係防衛，我唔返工，邊個養家？但如果你停一停，你可能聽到對方真正想講嘅唔係攻擊，而係孤單。你可以回應，我聽到你覺得我少咗陪你，呢排我真係好攰，但我唔想你覺得自己唔重要。我哋不如今晚食飯嗰陣唔睇電話。同一句說話，如果由情緒接管會變成戰爭，由清醒接管就可能變成溝通。呢本書好重要嘅地方就係佢提醒我哋，你唔需要為每一個人嘅情緒負責，但你需要為自己情緒造成嘅後果負責。呢句好關鍵。有人會將關我咩事理解成我唔理你感受，但更成熟嘅理解係我唔承擔你全部感受，但我會承擔我自己嘅言行。你唔需要令所有人滿意，但你需要講清楚自己嘅界線。唔需要接受所有批評，但你需要分辨邊啲批評有用，亦唔需要做一個冇脾氣嘅人，但你需要避免將脾氣丟向無辜嘅人。去到呢度，我哋可以重新理解太在意別人呢件事。好多時你唔係冇自我，你係以前學識咗安全感嚟自別人滿意。只要別人面色好，你就覺得自己安全；只要別人稱讚，你就覺得自己有價值；只要沒有人嬲你，你就覺得今日算過關。但成年人慢慢會發現呢種安全感好脆弱，因為別人嘅面色會變，標準會變，情緒會變，期待亦會變。你用一生去追都追唔完。真正穩定嘅人唔係冇人批評佢，係佢知道自己嘅責任邊界喺邊。有人提出合理意見，佢會聽；有人指出真錯誤，佢會改；有人只係投射自己嘅焦慮，佢唔會全盤接收。有人只係想借題發洩，佢唔會自動跪低接住。呢個分辨能力就係今集嘅心理說明書，但有一啲位置我們要注意。第一，現實生活唔可以淨係靠犀利，尤其係職場有權力差距，你面對老闆、客戶、長輩、合作夥伴，唔係每次都可以一句關你咩事就完。你要考慮後果、語氣、時機、證據同退路。所以現實版界線唔係衝口而出，而係有策略地講清楚。例如你唔想再無止境 OT， 你唔一定要同上司硬碰，你可以講，我今晚可以完成最急嘅 A、B 同 C， 我建議排聽朝，否則質素會受影響。你係設界線，但同時提供選項。第二，最理想情況係只要我將人分成值得你同唔值得你，人生就乾淨晒。但人際關係通常冇咁簡單。父母可能真係越界，但亦可能係擔心；伴侶可能表達差，但背後可能係需要連結；同事可能說話難聽，但入面可能有部分事實。所以界線唔係用嚟懲罰別人，而係用嚟保護關係，唔好爛落去。第三，唔好將唔回應變成逃避。如果你每次遇到衝突都話關我咩事，咁你可能唔係有界線，而係唔敢面對。真正界線唔係消失，係清楚。
你可以唔接受對方嘅指責，但你要講清楚自己嘅立場。你可以拒絕要求，但你要承認對方可能會失望。你可以離開一場，無謂爭辯，但如果關係重要，之後仍然要揾一個合適時間好好講。最後，我想俾你一個今日就可以做嘅練習，叫兩張單練習。下次你因為一句說話、一個眼神、一個訊息而唔舒服，唔好即刻回應，攞張紙或者手機備忘錄寫兩欄，左邊寫我真正需要負責嘅事，右邊寫其實係對方嘅情緒、期待、偏見或者控制欲。然後你只做左邊一個小行動，可能係今個星期更新 CV， 可能係檢查財務，可能係諗清楚自己1年後想點。至於右邊，你唔需要即刻辯論，你可以只講我明白你有你嘅睇法，我會自己評估。又例如上司語氣差，你好嬲。左邊寫我需要交代進度，確認優先次序，保護自己工作界線。右邊寫上司今日嘅焦慮，佢嘅表達方式，佢將壓力向下丟嘅習慣。你要做嘅唔係吞落去，而係回應左邊。而家進度係咁，下一步我會咁做，請確認優先次序。右邊嗰份情緒，你唔需要代收。呢個練習最重要唔係令你即刻開心，而係訓練你個腦重新分類。以前你一聽到批評就全盤接收，練耐咗你會開始問呢件事邊一部分真係關我事，邊一部分其實係佢嘅事。人生唔係真係只有2件事咁簡單，現實生活有責任、有感情、有妥協、有牽掛。但呢本書提醒我哋一件好重要嘅事，你唔需要將所有聲音都放入心入面，亦唔需要向每一個人證明自己冇錯。你可以重視別人，但唔需要被別人控制；可以善良，但唔需要無底線；可以聽意見，但唔需要將每一句說話都變成人生任務。開頭我哋講，有啲人返到屋企，心入面仲開緊庭。其實你可以慢慢練習，唔再做自己人生入面最嚴苛嘅法官。當別人一句說話走入你心入面，你可以先停一停，問一句：呢個係提醒定係噪音？係責任定係情緒？係我需要處理定係我可以放低？成熟唔係乜都唔介意，成熟係你終於知道自己嘅心唔係公共場所，唔係所有人都可以入嚟擺低垃圾。如果今集令你諗起某一段關係、某一句說話、某一個你一直放唔低嘅評價，可以喺留言寫低。我想分清楚咩先係我嘅事。如果你身邊都有一個好容易替別人情緒買單嘅朋友，可以將呢條片分享俾佢。呢度係心理說明書。我哋唔係叫你變冷血，我哋係陪你學識點樣溫柔但清醒咁同自己企喺同一邊。喜歡呢類用一本書講清一個心理卡關位嘅內容，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下一集我哋繼續用一本書幫你重新理解自己。